自6月16日香港小巴廣告上畫以來，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變成了香港市民熱議的焦點。面對白內障、青光眼、老花等眼疾，香港公立醫院漫長的排隊時間，讓許多患者苦不堪言，往往因此錯過最佳治療時機。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積極響應北上就醫政策，為港人打造專屬綠色通道，無需漫長等待，免排隊，省時又省錢。這一舉措迅速贏得香港市民的廣泛好評。就呢邊真係好，非常之好，好慳時間，不特止啊，仲唔使周圍騰。如果你有眼科問題或諸如此類檢查，你又要上嚟，一定要上嚟。深圳普瑞星耀眼科醫院用實際行動為港人眼健康保駕護航，讓就醫之路更加暢通無阻。